周边也很故意，常常不人听表黑，还是有人落实体验为办杂司机。国宝级被周边太师总相片，卢卡本单是执行错位，以此些路谈论阿公阿婆好做车个哟，20人岁加爬为加速起样，因正行错三样没落，总相片路开始好周边。47岁今年已得到教育部民族艺术新传奖，也是前后上嘅新传奖得主。更加係70人岁嘅，还係技术提高，鼓勵後生們開發韓國多新嘅可能。我有叫他，有哦，这样对啦。对啊。伊嚟位查苦度，睇得到一層一層嘅小衫，其實係一種顯片，順行有一群後生嘅學生嘅，佢哋唔係佢嘅知識，大概都係來撈種顯片，拜師學藝嘅。然後在這裡2條，這裡2條，這邊也有錯。这边还没加，它横的还没加。看到塑膠做嘅東西越嚟越多，種顯片唔甘熱，逐邊再用模特，最後不卡一部分呢空出來，義務教育嘅學生嘅。我們祖先留下來的那種很優良的手藝，所以如果說你沒有再傳承下去的話，實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然後因為竹子也是一種很珍貴的自然材料，它生產很快，哦，然後取得很容易。我們在台灣它取得竹材很容易，哦，然後它不會造成第2次污染。現在傳統嘅竹編，大概師傅都係自家泡咩咧，好是好講。種顯片為了發展竹編嘅產業，20人歲就用咗2-3年嘅時間，研究用機器來大量生產種咩咧也得。按樣師傅做了專心來做就好，純粹都是用手工去劈破材料啦，手工編製啦等等，哦，然後我投入的時候，已經不可能再用純粹都是用手工去做，然後我就去找了一些機器啦，哈，然後能夠材料，後來找了很多機器，然後能用的就用。為了做出較多樣嘅產品。種顯片除咗設計藝術，加下人嘅竹編嘅製品來放，係蠻難以學，亦唔痛苦，當很高嚴。比如啲男作高考嘅時節，學到嘅見模特其他人嘅單線編織術藝。早期在原住民那邊教導的時候，他們還保存着這種編法，這種編法叫做單弦，哦，一條緯線。然後一直圈繞，然後一直做，哦，然後這種做法就是使用的工具很少，就只有用尖鑽，然後就可以任意成型。種顯片一套按樣嘅術業，用啲設計做嘅竹編產品盒，喺方面呢，第一條產品盒繡花。先會在上面畫個馬的圖形嘛，哈，然後在上面，然後像我們繡花。像繡花一樣，一針一針的去把它穿繞出來的。你看，這不是說哦，另外做出一整件，然後再把它服帖結合在上面。雖然這樣是種顯片，最近對編織的術藝當鬆落，不過還係唔歡喜。上多嘅構想都會增加愛編織的時節，才受到傳統編織術藝嘅限制。種顯片呢度作品這樣做到不難產啊，因為必按樣醫生忙。做了30幾年，往往你做一件作品完成以後，就是沒有那一種愉悅的感覺，你知道，好像說哦，這一件作品哪裡做得不好啊，或者是哪裡應該可以表現得更好。然後每完成一件作品，然後受傳統的約束哈，可能這個比例啦哈，或者的頸部啦，或者那個牽足啦哈，什麼往往都會受傳統的那種束縛。這10年來，實有新的轉機，種顯片無過用傳統的術藝，順便做個新又彎又貼，輕鬆的來搞竹編，還做出很大型的種子藝術，本人做的行業做個空間。一般我們傳統的編織啦哈，都是比較很有秩序的去，像幾何屯路啦，很有秩序的去編做，然後比較細緻，
好，然后我就尝试第一件我的作品也是只有这一件比较粗犷的那一种感觉，试着把一整把的竹片，一整把，然后把它随意去圈绕起来。一下开办教课，也无够坚持，学生嘅天才照定結構嘅來做，將學傳統嘅竹編，將喺交通大學嘅學生嘅就結合嘅竹編老飛嘅，亦係不鏽鋼，此等新嘅可能。我们这一组的题目叫织新，织就是那个织布的织，然后新就是新颖的新，就是我们想要用竹编这种编法，然后去跟异材质结合。當然，老師適當用經驗嘅彰顯品比來，學生嘅要設計來做，無向我材質，就像鋼鐵一樣嘅，必須要天天欣賞，一步一步嘅認識竹嘅。一开始对竹篾或藤皮这些材料我们都很不熟，因为其实在大学或是研究所这些经历里面，我们都没有碰触过。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困难点啊，就是我们就是需要适应这个材料，然后知道它好不好折，好不好玩。哎，这边手要这么，等一下手要这么，把那个上面这边多拿几根，这样子那只手，然后呢，这个压力其他的。拿起来放在手上，因为可能编错的地方，就会整个形状就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就是一直重复这样交错，然后很难。有时候编一编会很想睡觉，因为会忘记了。就算學生嘅見做差，張顯平還係笑面嘅，一邊又一邊，當耐心嘅見教，經驗力就會很好。就是陶冶技藝，推唔睇的溫暖傳出去。他用手工制作，然後他表達的是那個是編作人的一種他的手藝，然後他的情感都會融入在他的作品之中。所以，我們對竹藝的產品會有另外會有一種很溫暖、很溫馨的那一種感覺。